呢日本嘅像番薯羊羹像軟果咁樣種，芋羊羹、番薯軟果，你看吼，頭先試食到前何時啦？呢前腸咪哦，佢梅前腸一家軟果甜品，你好，那你開始試食咧？哦，真勁好食到了。我頭先想買一包，十分貴啊，450啊。這道真像甜品的梅，係樣呢？